中国嘅条路是去国外，有一个朋友，然后他在新加坡唱歌。新加坡，哎呦，那是像游船那一种。没有，我一开始都不知道是怎么样，然后你就带奶黑，然后呢，我才发现那是一个，该不会是挂花那种吧？对，哦，大气泡真的，我发现它是有一点点像深色挂一个花打一个炮这样，对，不是打一个纸炮。上夜流米那斯巴，这个知道冲动用吧？有点难哦。都困难，五道好菜，只有我身上有夠改一下。你有嗎？你有線上？我身上很多茶龜皮。茶龜龜，因為小師啊。老年大擂台，老年用下來。哎呀，雙禮拜哦，係啊，我相信安尼觀眾朋友們，哎呦，暗號還有中秋節的特別節目吧，半夜班啊，聽說對，跟我就差不多半年前就6號誒，差不多。去年中秋節過後就6號。我想還有新的節目我看，但是因為疫情動怕，所以。就影響到所有的安尼工作，朋友工作咩？對，全部都停滯下來。好不容易哦，根本也開始錄影。沒雙禮拜嗎？半夜班的節目嘛，對，但是今日安尼節目真的非常好看，安尼吼，迄個木卡音響迄當好呀，吼，開下太上吊，會吹落去，根本不得了。行年嘅年初流行音樂會，係啊，有唱到當到客家嘅，客家嘅因為後生嘅創作者，來做自家母語嘅音樂。哎呦，很好啊！安尼今日大家真係好好來聽，但是要介紹一下，今日有唱到安尼專業嘅欣賞啦，喺度聽到一條歌數哦，非常交流啊，交流一下。對，徐嘉賓先生，齊思飛先生。羅文義先生，有唱到 TVB 不得了，重金禮聘，沒有隨便出來的，是真的，他不他都很強，都不出來的，他很強，你也很強，很強壯的。TVB 係你嘅根本嘅 TVB 嘅評審先生，羅文義帶來亞嘅名係唱藝術師，哎呦，我條歌真係清後堂，真的。做白鐵上老燈符，披發歸山鋪，在涼風中跳舞，忽然落下了太陽，打亂了腳步，我心跳在加速，眼濛濛看電影，愛點點看電影，相愛過。名嘅名嘅唱藝術師，愛唱詩因為你鍾情，本創造靈感寶貝。名嘅名嘅唱藝術師，天空嘅雲發出愛心，衝出愛嘅향裡。老燈符，披發嘅山坡，在涼風中跳舞，忽然落下了太陽，打亂了腳步，我心跳在加速，眼濛濛
念看电影，上爱讲。名个名的唱艺术是爱唱诗因为你钟情，阮创作灵感到你。名个名的唱艺术是天空的云，发出爱心，唱出爱的香味。Come on！ 名的唱艺术是爱唱诗因为你钟情，阮创作灵感包庇。名的唱艺术是天空的云，发出爱心，唱出爱的旋律。太好了，文一号，对，哇，你也唱过这首歌啊？哎呦，我唱过哈，对我有帮你这个录个小影片，对。哎，鼓掌！哎呀，古虫，鼓掌！今天穿这样来发红包的，来送礼啊！看到大家真的很开心。鼓掌不管什么时候出来都是发红包的。很多我转接啦，其实发上嘅，我一年嘞，按旧张拿出来，我记得松拜来，还忙做出来没？哎，松狮拿还是 sample。sample 底部都冇 CD 啊，有哦，基本要正經嘅。一張專輯咁多日頭出來嘅時間，當太陽升起是日頭出來嘅時間哈，對呀，但該樣子出來嘅時間還唔提講，原來佢家己創一條歌嘅，韓團彭佳慧腔啊，彭佳慧小姐，草頭豬小姐，為什麼叫草頭豬？因為叫茱莉亞，Julia，係嘛哈？因為其實係咧聯絡嘅客家人，其實係佢本身冇講佢熟。啊，後來講有一條歌時啊，佢講也音樂總監講，佢嘅合作冇，哎冇想到而彈到一種demo，他就覺得很喜歡。啊，後來又講好啊，冇肯嚟錄音室談過啦，冇面到見面5分鐘要答邊來合作嘅啊。一試成主顧就對了。可能因為疫情當下，他也沒辦法去大陸，所以就。跟兩次還忙有疫情，還忙疫情。哎，其實以下你佢有客家是咩咧？開玩笑。唔好意思，係啊，其實佢厲害伊啲歌數啦，從華語啊，或從客家，講佢厲害。係，唔好講正嘅，如果你看嘅，對你們來講很簡單。看嘅幾個條歌嘅 MV 嘛，嘅名名嘅唱藝術師，名嘅唱藝術師，跳舞啊，對，還跳舞呢。對，啊，因為他這個 MV 的導演，他其實很有想法，他說如果。因為他很看過那個《拉拉鏈》那個電影，他覺得如果客家歌如果用一鏡到底跳舞的方式，不曉得有沒有可能。其實當他提出這個想法，我跟彭佳慧立刻是打槍的，因為我們又不會跳舞，但沒有想到，他說你們就是拍攝還有大概1個半月的時間，你們就好好1個禮拜上1堂課這樣。吃寬啊就衝。吃寬啊，結果可能送到1年的時間，剛剛都導演應該要放棄，他沒有想到說你們再堅持到下一週，就第5週一跳，哎，好像有一個雛形，就決定要用這個方式來。不過看得出來，你感覺是有點像在做復健的樣子，有種尷尬的感覺。對，因為我覺得我們不是專業的舞者，就是但是很認真的那個態度，會拿出來。哎，唔夠輕等一下，我覺得很可愛，是誠意，就有點挫挫的感覺，其實對，有點質樸的感覺。跟他等一下，你如果太降氣也不好啊，對嗎？就真實呈現，是有氣感。來，啥的，看下的介紹為啥呢？哦，好，也比。沒去年的這個金曲獎入圍者，冇得獎啦。嘛係你嘅鬧嘢嘅比賽出來嘅歌手，厲害，聽音名嘅不得了。裡面來嘅新生代創作歌手也攏
过认真，这个小下拢创了过厉害，真的，全部都没朋友啊，全部都一手包办，你看，真的非常的佩服他们，挺厉害，真的，这是个厉害。对，那我们一起来介绍这一位黄宇涵，王宇涵带来2条歌的傻逼现象。好嘞，躺下来。有一条手没用的路，才打算面对是轻松，马给给的，而且敢一起动。是天气给散发手，慢一步走，又慢一头目，目标和太高的中意，要被复查突然。为乜解？叫心中公平留合理的，個個嘅悲傷嘅那。别复杂的为你收场，没有合适，不要给啥个研究，那一起的多给的。为乜解？叫心中公平留合理的，個個嘅聲音啦。你还意涵吗？哎呀，亚比很意涵吗？就很暗黑的风格的感觉。哎呦，这风格冇强用嘞。对啊，这个各位唐艺伦没冇强用。之前就是很文青挂的，有没有？就是一条随便一条牛仔裤啊，那哈青菜照的那个文青系列。对对对对，哎呦，现在为什么会很暗黑的感觉？因为听一张专辑给就是主题比较跟社会议题有关。哦，你还种专辑了？嘿，哦，这就是去年入围金，这是今年新的啦，新的啦，那哪一只表没出来？好厉害哦，这唱片他就是新的还没出来，我们才拿这个，因为我连那个 sample 都没有。你刚刚出来的时候，表示我的尊敬。
对，拿得出来真的。哦，两张专辑咯，虚空天下。我看到俺多个朋友，就是其实他们都有遭受到网络霸凌。哦，连他们用路嘅霸凌正经惊动，他也常常被霸凌。对啊，那个金曲奖嘅得奖嘅样片下背哦，下背嘅就有人留言，他只说了3个字：请减肥。什么都小，什么要减肥？奇怪，他爱冲狗走唔对吗？就是我感觉，因为他嘅网络实在太自由了，所以古时候太假在顶红，那这上面都会，当红上面都会。像我下嘛就下嘛，莫考虑到拍啥个用班上忙呀，用班大兵去做2条事情，就看到很负面的东西，上嘛就下嘛改。他都没有想到说我们在幕后其实付出了很多的心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但我觉得更可怕的是，其实泰嘎莫发现他自己其实在做这些事情，对社会就是在霸凌别人，或者是冷眼看着别人霸凌，两面黑一种霸凌共进。因为我觉得网络世界暗虚空啊，它是一个非常。就是很怎么讲，很让你自我构筑其实无远佛界，但是其实它是很空虚的。对，它可以限制人，但是同时也可以让你的世界扩大到无限的那种，就看你要怎么去善用它。是，所以网络上的酸民，他们就是利用这个当成攻击别人的就是利器这样。其實講正經嘅吼，你台灣可能還好一些咧，跟韓國啦，也係講日本啊，韓哈島就這種霸凌更多。清等影響呢？係啊，到時候幾乎每天都可以看到。不用太在意啦，說真的，真的看一看啊，這邊看完就忘了，我們當7秒魚就好了。7秒記憶，這7秒記憶就不要想那麼多。哎呀，你每天那種專注在那種人家。一些攻擊你的，你放大人家不喜歡你的地方，你應該要注意大家喜歡你的地方。對，也還對人哋去加雷講是一種訓練嘅方式。對，我們自我訓練一下。其實我剛剛有一首歌是沙飛天凶嘛，沙飛天凶。其實這首歌是寫給那些在網絡上用鍵盤殺人的人。對，因為他們很多人不知道，覺得我就是想打個字而已啊，有怎樣嗎？就有愛到你嗎？可是這已經變成一個很。我覺得是變成一個很變態的一個現象，然後很多人都不知道、不自知這樣。因為文字其實也是一把刀，開啟要注意2件事情。對啊，不用了，我們好好努力的把歌做好、唱好，這樣就好了，不要管人家想那麼多，對不對？啊，對，去年好像入圍金曲獎，哎呀，親力會了，出生之犢哎，第1張就入圍。然後雖然沒有得獎，但是真的是受到很多朋友的注意，而且圈內人大家都有注意到他。對啊，靜兒都又在出唱片，入圍金曲獎，他還去參加比賽，還去參加，對啊，哦，還好像還有領獎金，你非冇條路啊！最近就是都在家寫歌，下歌哎哈，準備2張專輯啦。對啊，對，而且寫歌不是說寫歌就沒有什麼前途，寫歌很多很穿錢那樣。對，最近疫情，當然大家都停滯，他還賺了好幾十萬。去年冇啦，去年的時間，咩疫情嘅期間嘛，你去參加那個漢語嘅流行演唱會，我太帥嘛，大頭命嘅，跟條黑毛頸後堂嘅。什麼啊？那個也有收錄在這張專輯裡面。那金碧有向我唱一條歌？冇呢。佢金碧有唱嘛？聽一首歌叫《夢》，夢，夢嘅夢，做夢的夢。這首就比較特別，因為哪個專輯其實1到10首是我的心路歷程。對，它有一個故事性就出來。虛空是第1首，天它是最後1首。哦，對，串起來，然後夢是倒數第3首。就做完夢就回到了現實。他的故事是，可能選擇離開這個世界的人，他們透過夢來跟還在世的人說話。是這樣子的一首歌。對，那些離開的人可能是遭受到網絡霸凌，選擇離開的人，這樣。唱完，我們聽一下哲維老師，專業老師來跟你交流一下，交流分享一下。不敢。其實大概看到以前就正經常看到一家老模樣嘅，看佢細嘅，我講動到邊嘅嗬。愛看按導演新嘅客家音樂後生人嘅創作嘅歷程，看以前就做得看到嘅嗬。我歡喜看到佢第1張專輯收到大家歡迎，不過佢做得冇因為講第1張按成功，第2張係出愛。一直延續，他又突破了自己。我記得啲疫情期間啊，佢
佢新专辑要发表前几日，我哋天台行想讲想办法一天要访问到佢，大天花本佢，我咩天佢同欢喜，我知道讲，你要按新的音乐按好嘅歌数，大家要合通协调嘅吼，加油！好，可能后台哲伟老师刚好也有这个平台。可以再利用他的平台，去多多介绍完的客家创作的歌。太家糖，太家冇嫌哈，大天花本要接不哈？什么欣赏？好，对，好，那就接下来唱这首《梦遗》。梦，唱来唱梦来，叫他来唱一首歌诶。来。
是不是将用爱给风干为路易，muốn当亏横出去。唐氏症基金会，我之前在那边当过特教员的，叫宝玉，然后就带一些都是唐氏症啊，有些可能有混合，有自闭症什么的，然后当他们的算是老师，但是他们在某一些部分也是很厉害，比如说他们会有固着性，很固执，比如说像我们打扫，所以唐氏症小的都是客家人，难点固执，出去聊聊聊天呀。第一站冲国这条路是去国外，有一个朋友，然后他在新加坡唱歌。新加坡，哎呦，那是像游船那一种吗？没有，我一开始都不知道是怎么样，然后就带暖气，然后呢，我才发现那是一个，该不会是挂花那种吧？对，哦，大气泡真的，我发现它是有一点点像深色，挂一个花打一个炮这样，对，不打一个纸炮。伊讲过，你的强勇就好，做得当伊打球就好，老平常强勇，去晒晒你条，大家强下讲笑。没想过伊要袂痛，不敢想伊要袂落。阿妹有讲过，所有的安排就是幸福的安排。平常强勇就好，哎，好来些烦恼，哎，莫太压所有，老平常强勇，伊上迄个地方。平常强勇，才命给顺风。头摆转去。我想要转，当上就安尼讲，老平常强勇就好。哎，好来些烦恼，哎，莫太压。所有老平常强勇，伊上迄个地方，老平常强勇。爱，好来些烦恼。莫太压所有，老平常强勇，伊上迄个地方，老平常强勇，才命给顺风。
哦，老品从空用暗后堂。功德一块在唱歌，其实我吸引人那个木工，如果我被吸引过去，我义工没当然，你抽的吗？这样吉他可以吗？来，你做得的，在台湾歌坛坐着唱歌的就只有阿给了，还有功德，功德。哦，不用让来就当好做的哇，功德真的好厉害哈！就这1、2年，这个我们客家界发现真的很杰出、很棒的一个创作。功德是其中一位，真的，大家都很厉害，大家都很厉害，但是比较资深一点。哪里比较资深？陈伟如吗？陈伟如资深啊，还有陈宗明，陈宗明没懂资深啊，对吧？讲资深有一些嘞。前辈，对啊，他其实他也是给动作做出来高音高。燕聪跟经验轻丰富哦，但是给之前是因为周行上，所以某专注在亚方面，但是现在就比较专注了。金钱可能就是做像街头艺人这样子，有做工，你都依靠係嘛？依靠，台中嘅，特別係台中嘅片呢？台中那边，你台中嗰邊啊？各區冇共用。各區冇共用啦，我七家扣七家。跟你台中台部分就丁來大創較多。青美跟青島人嘅地方，青美綠園道嗰片，嗰片青島人啊。對，很多家庭啊，大概佢的下午時間就會在那邊整個青美下班時間出來行啊。哇，那打賞應該很多。老人離嘅東區、信義區差不多概念吧。第100去表演嘅時間，去差唔多超過3點鐘，等佢3點鐘，等佢衝3點鐘，等佢打賞嘅錢冇1000元，冇1000元哦，去搞一下坐計程車去咩？計程車嘅錢來回付一付就差唔多好些，差唔多了就錯了，去搞嘅呀。所以你真的是無酬去那邊唱歌給人家聽，對不對？哦，唔過佢嘅經驗挺豐富嘞，他做了很多很特別的工作。特別，當過老師而已嘛。行商，他有做特殊教育老師，特教的行商。有做過特教的。有怎麼樣特殊教育？唐氏症基金會，我之前在那邊當過特教員的，叫寶雲，然後就帶一些。都是唐氏症啊，有些可能有混合，有自閉症什麼的，然後當他們的算是老師，然後主要的目標就是希望他們可以像大家一樣的生活，對，就是生活技能能夠自理這樣子。对他们可能跟我差不多大，但是可能心智年龄小学这样。其实唐氏症小孩都很善良，对，很天真，天使，对啊。他们可能做一些坏事，你会想要骂他，又爱又恨。比如说他把人家书包丢到田里面，然后他就说：“我为什么要丢？”他就说：“哦，因为他对老师不尊重。”哦，但你又不知道要罚他还是对不对？对其他老师不尊重，我就讲又好笑又好气。真的，他们也有这种正义感。对，哦，就是很天真啊，很可爱。我上次听，我甚至去上那个伯恩，他也是有一次去那种唐氏症的学校，对，然后就去做一些公益吧，还是什么，然后对啊，然后可能人家不认识他，以为他也是唐氏症的。唐氏症有特征啊，有些比较明显，对啊，长得很明显啊。对，老師都會，比如說唐氏症小孩啊，這裡是水，在喝水要在這裡喝哦，什麼就會教導他，就跟他講就對了。結果伯恩也過去，然後老師跟他，這裡是水，你要喝水要在這裡喝。老師可能搞不好是老師的慣性啊，沒有空你拱發就按。但是他們在某一些部分也是很厲害，比如說他們會有固着性，很固執，比如說像我們打掃。所以唐氏症小孩都是客家人，對吧？安好，就是他們可能很一個小髒的地方哦，他們會一直搓，一直搓，一直搓，想要把它搓到超級乾淨。他覺得要把他工作做好。對，有些混合症的會有這樣。那可不可以叫他來幫我洗澡？那可能要你剛剛說羅哥搓不到背，可以幫羅哥搓背嗎？或者是不可以輕易改變他們的時辰。有些自閉症的也會，因為混合的，就是你不可以把它日常的時間點去更改掉，他們會不能接受，當下會不能接受，你要先跟他預先的提醒他。家庭如果有這種小孩，其實真的要特別的關心他。有些辛苦了，但他們也是天使啊。對啊，所以老師很偉大。哎呀，難怪狗上岸後堂，不知道唱歌就被對啊，就
吸引人家，就吸引大家的眼球了。好厉害！对啊，有吸引世慧老师的眼球吗？哦，有吗？有吗？有哈。功德其实。我应该快要成为他粉丝了吧？哦，应该说已经是他粉丝了。唐功德唱歌當然係啲亞洲舞台開始唐吉唱歌嘅哈。第拜唐吉唱歌我就知道要上演，真嘅就像文藝講嘅，他的聲音有一種陪伴的感覺，一種魅力。那剛剛張迪講他當過街頭藝人，我最意思想講，當我在看到你唱歌，我應該會坐啲人嘅順腔聽唱歌聽當叫嘅嗰種，因為。没某事情，它真给不会很吸引，就是整个就好像你在雅个嗓音有一种很故事性的东西，不是看你就听起来你就会觉得很舒服。要总会感觉在很多的歌手里面要这样子产生，还有他一个很特别的部分就会讲，雅个嗓音老吉他几乎是一体成型。他少了吉他，你会觉得好像很孤单。可是只有他的歌声。你会觉得很棒，可是它这样融合在一起，你会觉得它就是一个整体。所以我知道它给人家的感觉就是，我觉得我这样子说哈，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部分，就是当善用客家话底部而用的词韵的部分。所以佢唱歌的客家歌表现的方式，它几乎带到了所有应该出现的字韵。比如说家家两句话，嘿，下来食饭哦，嘿，冇听压衰哦，它几乎是用讲话的方式。带动他的吉他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客家歌当希望出现的感觉。我觉得他几乎淋漓尽致发挥到我们所说的客家歌要有一个不一样，有别于流行歌曲。我希望有流行歌曲的韵味，可是它必须要有别于流行歌曲的状态的时候，喜悦的部分就会讲的词源的部分，他掌握的非常好，我觉得很棒，真的太棒了。谢谢。对，你对。这个推崇哦，对啊，因为他的真的，这是真的，为啥？我不知道是你是后天训练的，还是与生俱来的天分啊，蛮低的。但是希望你继续坚持下去。我相信这个，不管是客家或是国语，在音乐圈你一定有你的一片天，真的。对，好不好？也是准备给新的专辑的，加油！哎呀，好，张哥带了一条歌呀，来，跟他来唱一下。不是不爱用你，老手用太热气，是不是爱的问题？不适合小到亲密。是不是常用愛嘅風景為路意，滿擔愧行出去，唔記得歡喜。是不是常用愛嘅風景為路意，又用某事情來騙你，落寞聽給你。事情也冇原因，空氣有頭點富裕，是不是常用愛嘅風言為路意，滿擔愧行出去，唔記得歡喜。是不是常用愛嘅風言為路意，又用某事情來騙你，落寞聽給你。
不是强用爱嘅人生不容易，有点唔到好天气，一家也唔知。是不是强用爱嘅人生不容易，又用某事情来骗你，冷漠天给伊，湿哒哒嘅心。是小泪，谁摸黑，懂什么？做男生更上钢铁，一滴走马该你滴泪小绿马该来的那年笑都变成泪，一滴走马该你滴泪小绿马该来的那年笑都变成泪，出去聊聊聊天呀，风吹聊聊聊聊天呀，有什么事聊都演出时，有怎么走聊都天唱歌，出去聊聊聊天呀，风吹聊聊聊聊天呀，有什么事聊都演出时，有怎么走聊都天唱歌。再個那個煩惱，你都莫還要能學，結果身體莫用學，心情也莫嘅快樂，天長一夜精神想了就莫愛做，下個年嘅傳統有聲音，認真讀書，用何來偷快木做，好先生冇炒飯，我幫我用空間手，出去聊聊。有怎么走了都天唱歌，出去聊聊聊天呀，风吹聊聊聊聊天呀，有什么事聊都演出时，有怎么走了都天唱歌。对，人美，歌又甜，真的，就是呈现在你的身上，真的好好。画面真好，哎呦，亚洲的人来拿回来。哎，我帮你，对，男生你帮他，女生我帮他，是这样吗？哎，两个人的鞋子还蛮有点重哦。我们穿同一双鞋。哇，情侣鞋，哇，哎呀，你看，情侣鞋多少？哦，保养调音，安慰冲啊！对啊，刚刚吉娜还说，哎，还好罗哥你已经退出歌坛。我有这样说吗？有啦哈。对啊，我不退出也是自动会被淘汰。自然淘汰啦。我正经啊就讲，你头下在讨论啊，给罗哥就上一讲渔歌，罗哥就讲人家嗓音弹起来，亲像外国的歌手。很像外国的歌手，很像国外的歌手那种。我的那个声线好像有点奇怪，就是我觉得啦，就是我跟一些发声的对，就是身边的朋友比起来，我的声音好像很集中，然后是很块状的声音。哦，块状啊。对。但他用气声的表现方式，而且都很到位哦。所以你应该狗冲的经历应该懂多了哈。狗冲的经历，其实。我是在毕业之后，大学毕业之后，对，然后
第一架中国的铁路是去国外哦，对，外国难怪，因为那时候在台湾不知道要怎么按用请铁路，中国的铁路，因为我那时候是坐办公室，然后就有一个朋友，然后他在新加坡唱歌，新加坡，哎呦，那是像游船那一种吗？没有，我一开始都不知道是怎么样，然后就带暖气，然后呢，我才发现那是一个，该不会是挂花那种吧？对，大字炮真的，我发现它是有一点点像深色，挂一个花打一个炮这样，对，不是打一个纸炮。拍插纸炮哎，拍摄我拍摄。他是一点钟黑 DJ， 然后一点钟黑冲狗，对，然后你唱歌，如果你唱，其实他们都没有很认真在听你唱歌，他们只是看他们喜不喜欢你。跟有些冲酒店恐龙，我觉得其实有一点像，就是看你自己要用什么样的状态去那边。就会表演给你。对，你要不要穿的比较稍微？我就大概就穿这样，然后就大家都觉得我看起来很像，就是刚毕业。然后我每次去卸花的时候，我都是拿绿茶去卸，就是他们都是真的是会带着酒去，然后我就带着绿茶。然后那时候有发生一个比较好笑的事情，是因为我们在那个舞台上都会看到一架粉色嘅灯，然后另外一个是抢色嘅灯，然后你就会看到说，如果你现在整个，因为它虽然新加坡的法律非常严格，可是偶尔还是会出现喝酒醉啊，或者是一些就是角头的势力聚集在那边，所以我们舞台上的人就是要看两个灯，如果是绿的灯就代表是安全，红的灯就是要有警戒。然后那一年就是很红一首一个百大 DJ 叫 David Guetta， 然后他有一首歌叫 Titanium Sia 唱的，就是 I am Titanium， 然后到那个 hook 的时候，他们就会一种就有那个很垫贝斯，就吧变得很重这样，对，就会开始嗨起来。对，然后他们就会跳一个新加坡当地的舞，是这样，就是 Titanium， 他们就会这样，ewa， 然后我就想说，那我也要就是入境随俗，带动这样，带动一下，上去玩一下。然后就是下一次俺糖豆那个 David Guetta 的 Titanium， 我想说我要上去跳这首歌，然后我就冲上去，然后我就拿着麦克风，我就我真的没有喝酒，我只是觉得很好玩。然后结果一跳之后，那个红色的灯就一直闪，然后我想说，为什么他们可以跳我不能跳？然后我想说应该就是没事，然后我就继续跳，我就继续跳。然后后来保安跟那个维士全部就进来，然后就把舞台这样把我这样围住，然后就跟我说你去后面，然后我就去后面，然后老板就赶快把后面的小门打开，说你先出去，然后我就想说发生什么事，然后结果那一天就暂停营业，然后我就想说发生什么事了，然后我再回来了之后，他们就说，你知道那个 AWA 的那个动作，就是他们当地新加坡的黑道的挑衅的动作，所以你做这个动作代表，因为当天刚好有黑道在现场，他们就觉得你在挑衅他们，所以他们就一直要叫你下去，可能会出事，然后我又不知道，我又还跳得更开心，然后他们就赶快把我放出去。哇，其实是保护你耶，对，所以黑道的以为你在挑衅他们，对，他们以为我在挑衅，然后他们闪红灯之后，我还继续跳，然后他们就觉得说你给我下来。哎呀，一个身材那么扁的人还敢挑衅我，对，然后我那时候才知道说，原来他们的那个挑衅有这个意思在就对了，对，没赌后赌都给黑道呀。对，不是新加坡还好啦，新加坡自然算是很安全。你说再怎么黑道，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。对。其实是有时候可能他叫你下去，然后他就会就是挂花给你。挂花，因为我这样最多给他挂多少？他好像花环有算一环多少钱吧？他就是50块还是100块还是什么波币嘛？它算波币，新波币。对，就是我之前遇过一个最好的是，他其实也是一个就是企业家一个老板，然后他们挂一次挂最多是300块新币，然后你们要乘以23。300块新币，那这样一次就6,700块。其实我觉得现在直播就很像是线上的挂花感，像那些直播主对，有一点像啦，就是单纯起来还是很单纯。对，最近流行直播，对，罗文玉老师也有直播。有啊，直播唱歌，cover 好多歌曲，好的就唱好玩的啦，对。但我觉得其实疫情期间，我
最大的收获就是陪我的小孩子。因为出生都要他来模仿，俺都是跟皮狗一样，所以过了该去给他生一点。兄公，韩的时间就该旁边的你是他爸爸这样啊？对，因为都送去有保姆啊或托儿所这种，所以段时间就他把拍片啦，跟弹吉他、下鼓位，练习那个手感，嘛，懂冲腰啦。对啊。那你觉得他今天的表现？乔应该刚刚其实赏心悦目赏心悦目哈，好真嘅。就刚刚客家银光语案的有这种类型的，我觉得很好，因为它的流行性非常的足够。对，不论是他可能听了很多西洋音乐一种养分，所以下出来国不太像我们那种传统客家的那种样子。对啊。刚刚也是希望他能够写更多的歌曲，这样很好。是，懂后了，真的真的，大家一起加油了，为了客家的音乐多努力一点，越来越多形态的加入。是，好，对，因为我们制作人真的懂厉害呢，对，好会发掘人才，真的哦。对啊，对啊，你看在我们这个闹热这个平台，真的，你看这些都是这样子，一直挖你们都是。你刚刚一 Q 他们，大家本来这样，然后对啊，都这样挖出来，你看，要不然你没有挖出来，你怎么知道这些这么有才华的人这样会被埋没掉啊？大手。对，还好现在发声的平台也不少，欢迎大家加聊聊。好，阿哥帶來一條歌我帶來。晚本你，哦，係啊，挂花挂完以后还给人家。没有，这个就没有再还的了。没有再还哈。好了，弹一条歌哎。好。辛苦捱嘅，淡淡飲咗捱嘅，你嘅笑容捱嘅，狠狠嘅喊了的，去外邊天捱嘅，心都冷冷嘅，手機相片嘅保護色，嘅變你愛講你。發嘅心，腦白啪啪嘅説的落愛嘅心，人人嘅注重愛對你嘅思念，嘅世界，滴滴答答停停嘅行燈，看到你笑容滿面嘅容顏，愛嘅地，全部翻本意。Baby, don't you cry. I'm letting go a piece of mine. The day you went away was the day that restarted my mind. I found my dignity and the sorrow that I received. Despair made me grow up to get on all the mess and to捨得了愛嘅心，人人嘅注重愛對你嘅思念，嘅世界，滴滴答答停停嘅行燈，看到你笑容滿面嘅容
梦自神流。唔係些少位四面叫法，哦係哦，小貨位啊，哦，撞坑人全部位。哦，我出世就用瓦斯炉啊，先生。正月六米那斯巴，这个制作冲动用吧。好简单哦，都困難，呢個好菜，只要我先生要教我，過一下，有線上，我先生，茶地龜啊，因為調色啊，他給調色啊。哎呀！他都都传统煮的，嘿，调下糖按都按精彩嘅義工都出油咧。真的，有沒有？人家的摸來都現場，真的現場糖像個行動 CD 用誒。真的嘞，好像對嘴一樣。好像對嘴一樣，其實沒有，全部現場衝。全部現場誒，幾厲害。哦，那個也真疫情當下都，大家冇辦法來到跟一樣風度哦。那個來到現場糖真的不懂爽。懂爽快，真的懂爽。殺了傳統嘅山歌沒強用。哦，調下後上個一筆，調下係算是好好說話，突然不知道唔用用版形容真好，用版講真好。有經驗嘅一筆，有經驗嘅前筆，對，但是按呢傳統做，冇按有油槍都傳按呢製成咩哦。還有較後上嘅哦，他個非常的交流啊，呢客家呢傳統嘅文化歌曲，對，所以哈，今日哈，大家千萬唔好轉台，唔好轉台哦，非常好聽，非常好看哦，強用啊厲害，係啊，還沒有搶到國寶級嘅欣賞嚟到啊，你節目當中，地球下欣賞，車氣貴欣賞，錄音欣賞。也都欣賞，唔係變到個比佢抽等聽聽哦，係啊，不是不做事領錢哦。因為安尼很多山歌音樂會嘛，一個單元，所以等下有級別方面要搶欣賞，來去到舞台當中嚟嘅交流，問他個糖一下咧，哦，真係來，先有搶 TV 啦。好。兩位係前輩啊，前輩，哎，來請演帶來落山歌。哦，安尼比賽前輩來談看啦哈，談看啦。夢自神流，父母心難，讓用淚。情那何用去嘛？養育恩情，愛孝報難，切莫嘞。為呀雙陽心夢，
交見。父母親唔是怎麼那樣受見麼？千金萬點，先行好難，萬古人。流傳那都已經麼？是我大家。千哥你好。兩位主持人好。你好。你好。哎呦，要卡車喎。有哈，有呀，有為了披薩店多過，疫情期間大家都會撇，有運動啊，有運動啊，有運動，對，看起來就較氣色也好啊，精神也好，精神那個看得較 fit 啊 ，fit，蠻多 fit 就會很結實啊，嘟好，講身材好的意思，身材又較好，真的，當日運動啊，5點鐘行誒，哦。5點我這樣說呢5點半開始行路，行點半鐘。哦，點半鐘。當日咯。當日。哦喲。每天1萬步啊。真的真的。1萬步長保身體健康。剛剛上個門講，疫情當下，你當一點咩嘛個小朋友啊。那上課啊。上課。小朋友要上課啊。哦。係啊。上嘅用路當空嘅課程。有時呢就要上課啊。你學校還是學誒？哦，小朋友還在讀書啊。小朋友上課。2年級嘅小朋友。你當指導老師啊？我係個資源教師啊。行業啦，行業啦。像個鄉土嘅教育課程。咁咩鄉用愛上課？係啊。個疫情當中就當日就上，唔曉個天路啊都唔曉啊。唔曉咪滿年係啊。我安尼啊。有冇人講唔會滿年啊？我都唔曉啊。我唔曉，我又唔係悶啊！唔係悶哦，披薩不難做。咩排泄啊？係啊，悶披薩就好。你即係會操控嘅度。唔係啊，佢學校佢架設好些，小學是全部入來嘅，Annie 是上課，Annie 講念個課本啊，嗬，念一記就聽一記啊，係啊，佢不可能係冇上班啦，其實順條人裝呢，個小學是乖乖嘅，冇裝呢做唔得，馬上就黑屏了，真係，其他推下去啊。如果在學校度學到嘅時間嗬，個小學當皮，Annie 講佢唔會彈，佢哋不卡是驚爸驚咩啲順條人佢乖乖。主要用寬的，係好個下皮，你講佢做嘛嚇，佢唔可以飛嘅，真嘅咧。德福卡有阿爸阿媽啊慣得不敢造次。還有，個小學錯人有嘛？你後背啊，個思想像個
面前嘅三隻學生誒，後邊做三國虎行上行。哎呦，跟有上是唔比在上課啊？你這邊看到？看槍誒，看槍夾不夾人？聲音啦。哦，聲音誒哦。係啦，都包尿布嘅啦。哦，小朋友嘅冇查啦，冇中喺上去看，中的。唔好喺阿美就好。係上啲，你撩佢嚟就課本嚟看。分享了，有啲係聲音嚟，嗰啲演假要嘛，視訊係啲演假。阿美媽。有啲學生誒係會罵披薩咧。麥克風冇關啊，全部躺喺度。躺天天誒，他就講就躺喺度。所以也疫情當下，其實咩發生咁多事情，好搞嘅事情哦。對啊。想唔到嘅啦，想唔到，哎呀，提前，因為這種方式可能要當舊。看一半可能是個趨勢，但是提前哎呀那種用到誒，適應一下。是，對。好，安尼創體啦，吼，啊，咪就唱下個安尼國寶嘅立秋下先生對。個粉水風色，叫他做演那個。對，哎呀，研究。做演咩看唔出喺矮啦，看得出來啦，看得出啦。難得用那疫情期間，大家嚟錄像，是他懂辛苦，賺了錢那冇咁容易啊。真嘅。安尼情形向吼，見來見好神。哎呦，真見啊！真見。啊，有學超咗阿鳳阿吉娜講，見來見超有運動。有茶。運動對身體真好，但是唔好過度嘅運動啦。尤其你了有年紀啦，當當年去咗阿轉班，按啲來啲不當爽去的。哦。做又做得，唔好按啲跟轉班。啊，真見會古夢會爽到嚇。好先。注意嚇。啊，見來見好上點係比以前行得亮，錯啦唔錯。哎呀，個上咗那清好啊個泡嘅都要當碗。對，都上過都需要泡嘛。啊，佢講都自家做先生嘅人，當然你唔會查啦嚇。你見乜嘢可見可見，當真的加入。好。真的。是嗎先生？我以後要通過要改的動作。你之前很忙呢。係啊。哎呀。哦，你給他數我就我見花鉗呢嗰種嘛。係啊，我會比。阿妹嘛。冇。阿妹演當中的雙臂，阿妹就演就雙臂。一半較足嘅多啊，較穩。大炮嘅方式。係嘛？有拉麵粉啊。拉麵粉啊。同埋嘢學到嘅，有點高。最近兩記得嘢都不卡煮飯，烤米煮飯，細米。又唔係少會細米煮飯。係啊。小火嘅啊。撞蝦人全部會。我出世就用瓦斯爐頭先。哎呦，我是唔會煮菜點點。我是就好了，太少煮。重點。重點，哎呀，能吃就是福哈。安子C，多謝哈。身體健康哦。好了，這樣回做休息啊。TVB 就暗橋，前逼暗後堂。殺好了就是後浪。後浪這個壓力就大了。因為佢啲嘅流行歌曲當中，雖然會摻雜一些嘅傳統嘅三態跳嘅東西，但是忙是談到佢真正唱歌。真實嘅平板。平板。三態跳嘅東西，忙是彈歌。咧。彈寬啦。彈寬啦。你鄭中比帶來平板。好唔好？都講一下。彈寬啊。天春凉意那來呀，沖散了多那，長夜流意那色啊，歡樂流動。台上流衝那
有那张有看到哦。哎，这个知道冲动用版。好简单哦，都困难。所以其实练习差不多练到暗午就2点3点，我不用空起来1点开始练。放尿的时间，用一喊都可练。你不用有教么？有啊教，错。你不用去冲传统的嘛？错。整义里面冲到动火啊，动有米托啊，系啊。哦，好彩又冲体时候嘞，冲体时候嘞。干的糖哦，反正也没有不对啦，也没有不对，但是就是。糖要比如说有一些米西某嘛，青燕国这样比起来有没有？青燕国的就是很道地的客家山歌的，长太挑蜜头，按你的就是带一点流行味，流行蜜头啊，也没个唔错，但是。米西蒙啊，对，这后上演唱山歌那种感觉。那你用砂糖那种感觉啦。假使等他老欣赏交流，看迄嘛来。但是你创下听来聊，那个哦，真的，上台跳歌，讲真的，莫安改，你创到有米西哦，真的。其实係因為係主動提啊。你主動音哦。係啊，所以其實我唱時。对阿婆強下去起床往的時間，大擺看到風順是戲曲公園，大擺只有老人家重山歌。哦，聽說清楚。其實啲魯迅戲曲公園嘅片。其實啲魯迅行嘅沒有人都該重山歌。哦，所以做當然按好唱歌嘅。錯，都夠繞版啊。所以我彈其實唱時是。唔會天然最每重咧，唔會真緊自家重。就天然重唔點乜嘅意思啊？錯，只會從係啊，落地係該啲會好，簡單嘅，小條啊。幾好落過嘅。係啊，落地係啊，錯，小條錯，所以呢下是希望講，自家係大家講，你主動落嚟，唔會重山歌，冇講你係主動落嘅，所以應該是既然你記我應該是希望做啲自家未做啲創新一下，練習一下，做動有一個技法，唔可以創山歌，莫講來自主動，錯，正經有技法錯，很臭屁的一句話。唔多講正經你咩戲啊？你主動單年都有看過，很厲害嘅天傳一那個山歌比賽，係啊，錯，所以唱時看到台啊，給他也醞釀出動作，願意出動作，山歌傳統山歌嘅天王天后，係，所以我後來沒有寫一條歌，就天傳一來重山歌，寫兩隻譜分，所以兩擺是用兩歌詞，流行嘅歌詞。變做兩擺衝嘅平板，呢個好彩是要我先生要教我，改一下。有本用嗎？有先生。我先生很多茶雞龜啦，因為調師啊，他去調師因為大白上課的時間哦。先生講你從來唔好莫講你先生玩到車機龜，玩到車龜機，車龜機就出嚟哈，根本從唔好嘅意思就出嚟。車龜機先生啦，都車龜機先生，今日都係多人嚟節目。你根本先從去車機龜啦哈，加好朋友啦，趕快啦，交流一下。老師，唔該我創到樣板啊，要搞個機哦，係啊。龜機先生搞嘅。其實家總會出來長時間。我比佢更加緊張，因為樣板嚟，佢平常係講去了講關嘅，當到試驗佢拗唔盡，我才夠山歌時間，所以佢我唱到去了強氣。但是佢唱出來冇強樣嘅呢，表示講佢進步加深度，表示係深度。最主要就講佢本身啊，有寫創作嘅歌曲，要來學歌嘢嘅山歌。佢咩話愛獻嘅哦，佢咩話愛獻嘅哦，同日本樣強樣按槍，愛獻大鼓唱山歌全部做得，所以我家最主要我哋彈吉唱嘅牛詩吟，確實
也確實真是有下苦心去練，所以佢哋創出音，做嚟講算輕張嘅，輕張嘅。但是呢，就講佢創嘅山歌本身佢喺創作方面創得相當好，所以一山歌就會帶多少嘅，哦，安尼聽得出講也有流行創作嘅叫做味韻出來，流行味，流行味出來，所以佢俾嚟講算創咗輕張，加油！做的人家本名，奇怪欣賞，困聽。好了，那就唱完咯。好彩，心夢。唔係必須啦，不用輕鬆了。清後，欣賞講清後。放下心中一個大石頭。錯啊，昨天水好好嘞。水好嘞。好了，那謝謝你哦，謝謝啊，謝謝。練琴。好啦，沙下來入味哈。入味，我就唔是彈過佢唱嘅傳統嘅歌嘅咧。對，佢咁一隻單元佢咁報名來，咩冇簡單冇製作單位安尼險佢來佢咁留下來，安尼表示佢有準備。有自信哦，有自信。彈看那就對啦，彈看啦吼。係，後日書帶來滿步。係，唔好本下就寫喎。唔好本嘅壓力啦。後生人一唱到按用咪拖冇人改啊。係啊。有幾次加咪拖？有。做得嗎？滿意嗎？有你的咪拖嗎？還是要吻我的？啊！唔可以唱韓車，你現在很狗毛一樣。強強都70歲人啊！冇搞到個通烏得上啊！冇啊，咩位很傳統嘅，唔夠唱唔錯。有咯，有彈吉他彈拜拜。
唔怕啦，慢的汤不出来。我这个，你吃到青火糖哎？有味道。嘿，几个 Q 希冲一了，对，比中尾还有味道。讲以后就后干嘛要给他打枪？哎，对啊，哎，差不多有讲好上瘾，冲到按用米头冇按怪啊。系啊，表示有几次加米头？有。做的吗？满意吗？有你的米头吗？还是要闻我的？都变种了，都变种哦。对啊，从小婴儿是有共行嘛。有共行，难怪跟你从一个盐嘛，从嗰度當有米頭當準。咁有接觸過傳統嘅生果。媽媽很少時就會談到媽媽從客家歌，傳統嘅，因為佢做恐龍節目咪。係。恐龍節目，恐龍出嘢。頭擺咪有6個傳統戲劇嘅那個錄影帶。哦，錄影帶。他們有客家電視台嘅時節就有錄影。哦，個當叫嘅啊。應該是胎教吧。胎教呀，胎教那个扛哈嘎狗一样有。哦，难怪，你就说你与生俱来就抽嘞。没，因为像妹妹们就不一定熟悉。哦，老母给的，看某因妻妹有可能吼。只有你，冇谈过给他留只有你有遗传到，知道吗？青苔啊。咩黑。来，唱录音。唱音欣赏。好，其實我感覺了白了門部了數歌曲吼，用冇強用嘅了伴奏嘅音樂，樂器咧，但從其實當冇強用嘅了感覺，我知道當神奇，我相信當到後生嘅聽到安樣型嘅歌曲，人當未會當喜歡，唔過呢在了唱嘅了歌詞當中吼，我講去容易彈入冇？有啊，我感覺吼就係倆首歌曲啊吼，因為倆首歌佢係客家採茶去攝出去當中嘅一隻主題，吼，佢係其中嘅主題嘅歌曲，所以呢倆首歌曲佢嘅歌詞吼，你唱嘅時節창문來欣賞，吼，其實倆個欣賞係按個客家話講嘅，不過倆係歌曲嘅倆係。一開始嘅來源佢係來自咧北管亂彈，好北管亂彈戲裡面的一個主題曲，所以佢倆欣賞應該要唱先啊先。先生單弦，係佢係用廣話來唱嘅，嚇，所以倆嘅歌曲應當倆兩隻是唔是改做客家話？哈，先生嘛，有一個阿姨啊，對啊，就是最近不是打疫情嘛，對啊，打疫苗嘛，打疫苗，對啊，然後那個護士小姐說，哎，先生呼吸，我是阿姨耶，對啊，你怎麼叫我先生？他是叫他說先深呼吸，先那個，對，跳戲嘛，好酸，笑到好酸，這樣好笑，這樣有撩到你，你笑點很低耶，對啊，我都要強顏歡笑了你。哦，那有一個人跑去那個 7-Eleven， 他要買那個茶葉蛋，他就問那個店員，遠問說，哎，這是新煮的嗎？哦，不是哦，他是屏東來的哦。我是問你說這是新煮的嗎？就是剛剛煮的嗎？的店員跟他講不是啊，那個是屏東來的。這不好笑，那算了。好了，兩種反應太好笑。那你先深呼吸好了，好了，你深呼吸會覺得好笑。OK， 對啊，好了，什麼？什麼？你說。好了，年輕的唱完先休息一下。哦，先休息，先休息。吉他，好。哦，吉他啊，沒關係。等一下，介紹。你根本清口上嘅，對，清口上嘅寫下冇有帶嚟兩條歌。對呀。本介紹一下。馬街有很多唱傳統山歌。係啊。馬街很多米絲。就要唱療癒寫下冇嘅。係啊。唱本嘢他個糖啊咧。馬街有很多客家三大條歌曲。來。真送。
哇！你还真係腳步嘅表演。啊，假如我唐老牛要動會唱韓車咯。我假裝唔得了。啊，唔會唱韓車。你現在很狗毛一樣。哎呀，同講都74年啦。我人點解我係年紀哦？你做得衝到用正經咧？1啦，實在上落嘅，我邊日未係好上啦。我啲。我用筆講你84，我有啲筆。我是打從心裡，心都用皮膚。真嘅啦，我真係皮膚。依係咁嘅水啦。條阿門嘅羅哥講吼，假使講唔手下先生了，但顏色做得衝到用哦。你講佢哋下就冇辦法。哎呀，都冇辦法了，我多年寫書係要。唔好安尼啦，你知咩？16歲，你前批呢？16歲都出唱片咧，剛剛是出啲黑膠唱片。16歲啊，你爆尿片咧，可能係冇出聲吧？雙語聲吧？對啊。手下先生嘅寫時間係冇天師咧。剛是冇天師收音機。收音機以前我按到垃圾哦，所以垃圾有嘅用時做出來啊。我看到點不到咧，有啦，嗰陣時是我爸爸是同我到處去比賽啊，拿到獎啊，就開始，然後你嘅孫明先生，作動嘅孫明先生、黃連田先生，講體地啊，以前嘅卡帶。啊，保每首你國家，嗰陣時有陣線，陣線都出過去美國表演，美國表演，嗰陣時嗌到。幾位先生啦，哈，阿貴先生也有啦，民族先生、民族先生、吳傳先生、賴仁生先生，我都嗰陣時到美國去表演啦。唱客家歌。唱客家歌呀哈。嗰陣時你嘅外國嘅嗰條一條鄉親啦，華僑。我聽到你啲鄉親不了木質。了木質。嗰陣時我記得。佢我當校長，19歲啲，19歲，20歲，咩嗌到出國去表演嘅時間，唔知你年紀啦。啊，唔講嗌細是要嗰陣時要留協華傳先生啲高神咧，中意嘅協華傳先生，嗌到要訓練啊，講愛出國表演，唔講嗌搏夢，嗰陣時講坐飛機。哦，還有人蛇集團啦，講做咪，我先讓我爸講我可以，這麼講哦，等我唔咁少啊，再拿把 A P 來看唔識啦。先生正經嘅，係咪請講？對呀，有個可能應該係他講啊，係啊，唔緊唔10可能第一擺要坐飛機，這可能是自家都講。即係強啊！笨夢係啊，應該係。就冇戲啦，冇戲。唔講要主持嗰個節目咪，對嘛嚇？有。所以個節目已經可能冇可看都冇。冇可能錢太貴咧。對，錢條個30年，30國寶咧。30國寶不得了。對。沙下嚟也兩米半介紹啊。本主持人介紹下。兩位啊，金童玉五啊。哎呦。金童玉五啊，嗬，正經。金童玉五啊。金妹做得咩要唱啊？嘅就唱房地樣，係啊，我哋這位，好，施飛先生，你傳流行歌曲嘅，非常嘅嚇，傑出嘅嚇，兩位先生，唔該，我這位我腳白白嗰度嘅頂啊，超市半毛，他已經在半蹲了，先生，介紹幾多寸？腳白白嗰本嘢摸嘅，好啦，佢見咗我摸啊，好嘞。無話你啊食，因為安樣啥做嘛，禮拜有愛唱係因為安尼有一擺唱嘅門譜，結果我係門譜就變成金童玉女呢。這種很多鄉下很多阿姨都這樣，可是他只是換成家教課。嘿，師傅呀！無話你啊食，無到啊食天上邊度哪有？啊食天上桂花香哦，茶樣的攏未看，哪有哪有？哎呦哎呦哪有？
哟，恰呀的浪给快，那哎呦呦的哟。春啊你呀秀，莫啊你呀家，莫得啊将梦里变弄那哟，啊家梦。情侣啊，对呀，你们在第安的节目当中，合唱过调情很用合唱过几次了哈？其實你合唱係 T300， 傳統聽100，傳統其實係吃到懂歡喜，被懂用，形容蠻講。現場在場所有歌手我都合唱過，女歌手，對，真嘅。秋霞老師你也合唱過？有啊，公演 P P 節目，音合唱最多次了，真的，跟他合作默契很好，連老奶都有嘞。哎，奇怪，我好像變成客台就是固定的。他居然還忘記跟我唱過什麼？百搭王啊！百搭王，他連講3次都沒有一次對。因為那樣啥，做埋200 U 來唱，係因為你有100唱嘅門譜，結果很門譜就變成金童玉女。這種很多鄉下很多阿姨都這樣穿的。他只是換成夾腳拖，而且還要扎2個辮子。唔講係真嘅，可以懂什麼就係先生，貼邊愛。準批的啊！哎呦，好感動，應景，我就知道。I love you。啊，蠻快咧，係啊，新咧，以前新咧哦，做本是學生嘅作嘅，你製作當面講，冇眼光油墨。你喺冇結束啦，阿貴先生加，係啊，分享到貴請出來，係。哦，太亮了，阿貴先生。記得啦，大家租金一付哈。好，冇問題。沒你那個畫出來。也新的呢。啊，新的。傳統做欣賞都對愛當，好，剛才一出來講，秋華欣賞家。阿貴先生、齊國先生講，我沒有啦，冇問題啊。他把我們講，依依老師沒有嘛？應該都有啦。對，齊國先生嚟，2位，嗰個應該18名，18名聽起來有點低級。好，那這位老師同Svi老師啊，其實佢2位。本身佢在歌唱方面天分就唔是一塊嘅，嚇，所以講雖然講也係一啲山歌對唱，但是有講過山歌啊，就一個小跳樓對唱，也做譜唱，一般來講比一個三大跳就好唱到咧，尤其2位本身嘅歌唱嘅天分就相當好，所以唱起來相當輕鬆，相當輕鬆。我也到有一隻事哈，也聽到人唱蝦呀，唔是蝦啦，我蝦香腸，啊，邊蟹呀，給浪給看，按住做的，謝的謝，也同佢家下人嘅唱嘅門部，中央意思嘛。先生啊，先生，好先生，家門來先拿聲，唔是講先拿生，中央，加有一些的也個破音字啦，哈，所以你講論日嘅詩來講，就太有一隻詩啦，其他來講，佢哋2位表現都相當好，無奈何咁平時哦，安子姐，好感動。那2位唱完了，接下來給你們介紹一下。哦，這個壓軸，來3個字，唱到係林怡檢。哎呦，哇，咩3個太王？哎呦，來。先老
已經睇過吼，晏叫無看到，韓菜吼，韓菜啊，好的韓菜啊，好的韓菜啊，創過係暗號頭。係咩？當時做拍拍糖豆雞啊，吼，暗號啊，那米湯啊，係啊，真的，以前呢當中啊，你咩物嘅？係啊，啲無係物嘅。係啊，出門唔得啦，出門唔得。啊，我下年開天幕店是開天幕店啊，開天幕店當有幾支有門鎖呢？鎖定，總係一年客來開店嘅門鎖定。唔講你一開店，開店喺門打過來。係啊，你開店門鎖呢，驚人落來。講完落來啊！我用語言，如果按象向非常安泰，我有熟識有意嘅，將比落來哦，即做得落來你傻啲嚟嘛？落來行個量體名字，又係名字，真的哦，不用做呀，做親友規矩啦，為到為保護大家，保護自家，真的，所以啊，以前嘅東西奈唔好啊，對啊，是讓向非常安泰啦，對，去年係讓向冇安泰啊，去年係他個較冇人講，今年係確實挺嚴重，多啲啊喊安樣子啊。真的，多啲係咪安做啊？天天鬆綁一些些咧，保護好來，有鬆綁些些，唔得，喊你做下保險掉啦。係啊，唔好按錢肯幣慢慢穿就有啊。係啊，錢係長命人穿嘅。係啊，按台灣人全部都較有。就較認真啊，較有危機意識，我從每個人有等於口罩全部唔戴啊，大家會講啊，你講愛講，大家都會講，但是大家是守規矩的哦，個疫情是會降下來，平穩下來，係啊，哦，唐哥本來要去參加乜嘅比賽，結果三冇，比賽就冇咧，本來前日去比賽啊，停的啦。係啊，哦，有很多時間做的練習了，延期是取消嘞，按算10月啦，喺做嚟判10月啦，係啊，一日同時間就好好練啊，練比較熟嚟，都是咁嘅。係比賽嘅按照超級組，而係按照嗰次去年甄選10數果子，今年是用下10數果子嘅比賽。好啊，其他分組都冇個挑嘅呢。國人組嗌到挑戰組，所以除10條地位除2條。哇！除2條，跳地位有分3太極跳除1數，小跳除1數，哪個果子嚟唱？哎呀！哎呦，好難哦，好複雜的感覺。還好，該它有挑戰性。還好我沒有去參加比賽。強叔這樣有辦法對嗎？我有難度。係啊，來安尼唱個秋華先生哈，來，對呀。老師好，千叫無看到啊。千叫無看到，韓菜還是老大哈。這個韓菜是表示給賞，比以前還要好。我知道沒錯。以前阿馮先生。唔講啊，煙燻賞，煙燻賞，唔過佢而家嘅賞就非常嘅強烈，動槍，唔好講以前要按大鹽大鹽，雖然佢賞鹽大鹽啦，唔過佢軟腳做得非常好，唔像家己講嘅嗬，果子隨處都隨創，唔像佢今日啲兩數果子非常嘅文言啊，唔係講按普通嘅按青菜個你拿出來平常創嘅果子，佢啲非常文言，熬鹽冇咁簡單。或者大家注意到佢糖嗬，佢熬絲除咗蒸以後，軟腳菜做得非常好。以前當鹽葱哦，喺度靠睇價呢嗬，你睇價成塊都一杯嘅嗬，真上來就睇價最 M 起來嗬。錯，希望睇價好，加油！好，謝謝晒。大房啊，特別幾把張槍喺度，唔日都來嘅。製作單打電話來就係接動聽嘅。動聽啊，終於打給我來啊！唔可以講個，哎呦，我呢6樣班呢邊車到啊嘛，唔可以講嘅，我自家本身做好來，我係符合自家，唔係冇做咧。哦，佢乜嘅？酒精啦，印度神油。太好，時噴噴啊，小吐啦。好啦，保護自家，保護大家啦。好啦，安子先，謝謝，多謝。
哇，根本已经跟生意讲，有赞哦，有赞哦。不管流行歌曲组，安尼传统组，全部都按不会唱。嘿，按叫我们是糖果贵些啦哟。对呀，精彩嘅。这种人特别鲜的呢嘛，没讲青菜讲哦娘啊嘞娘，哦有汗毛呢嘛没了，特别鲜的，没错。好，所以下礼拜空用再看一下安尼节目。嘿。没空用唱到按到嘅，全部都会唱。清理会嘅线数，咩线数？高数。高数。哦，有唱歌本太客家嘅呢厉害经营啦。哦，唔错。啊，空用，安尼节目已经开始开放安尼报名。嘿，我记得。好唱歌嘅哈，来家家来报名。家家打电话6666667666，还有传真电话217778131。等大家打电话来，等大家报名哈。好来，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，因为呢哈，啊没有多谢欣赏啦哈。什么欣赏？好多师傅都不会通了没有？我们清楚冇错嘅片嚟啦吼。你冇以前呢，开始搞到平平安安啦。对啊，这片上纯都亮啥？是蒙太家，全部都这样。是蒙你的小将欣赏，还有梦倩的欣赏。谢谢老师们，谢谢。开始吧，天同平安。好，下礼拜农记得一定要准时收看呢，老年大擂台，老年看下来，好，大家平安咯，健康好。